没打呀，要转咋子图米家。年两4岁北京娃，路走杀退了林后马，一对新月映在两人呀，黄昏绿庭下。走得好快呀！小心你看，柿子上的模样都已跪脚了，池塘里的鸭子都已晒醒了。今天晚上要不要上香啊？红娘，你看这两一条条，真是烧香的是人的。能我知道常在呀，往杨柳迎亲呀，这两一条条伸出情一直挺香到远望。我也是，这是烧香的时日，故而早把香碗摆好了。外面有人听我们说话，我去看看去。红娘姐，红娘姐，小姐她来了没有啊？我来问你，真故事小姐她要你来的吗？小生乃是才私密的说嘘，放轻声一些，她在那边站着呢，快去吧。你不要揉出门进去，把小姐内心是来带你的。那，小姐不是叫你跳墙吗？跳吧！红娘姐，哎呀，跳吧，跳吧，跳吧！小姐，老夫人那里岂不要坏了她的名声？小姐。带红娘来听你试问吧。上身，过来。哎呀，过来呀！跪下！哎呀，你跪下！上身，我来问你，是谁叫你跳过香来？跳过香来又说什么？哎呀，你说呀！哎呀，你说呀！上身。小娘此人花莫花，要对你说句中上话。深深你谁有海洋深，谁知你撒旦天来塌。黑夜里藏心人家，我当你坚定当你是来拿。上身，你记得空生之书必达周公之理。是谁叫你跳过香来？跳过香来又做什么？哎呀，你是呀，红娘呀，红娘你万一他都讲些什么，万不以我把他带了下去。小姐，看在红娘凳上，
欣赏了他吧。看在你的份上，先生大恩，造化必报。此今几位兄妹死后有生此心，实为老夫人知晓，先生无意是哦。尽看在红娘门上，欣赏了他吧。少姑娘这一招，下次不可。起来，快起来呀！虚也虚也，好也不才是你的主家，事情总该死心塌地了吧。说什么陈小一口千金家，真配啥寒窗送手10年光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我送你回书房去吧。当曾梦想自当不前身，今日姑娘当真难亲近，夜里自擦兰江，偏沙尘。听说张生病重，请了太医与他调主，想是他定是为了先医化缘之事一起人病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你这样一个聪明人儿，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事啊？你拿我太不敬，可知道我心中有多少难言？想是你先生负了我，故而我的今生为什么他先生负了我，讲什么我负他今生？想当日他曾见我女儿基因，我岂曾抱得他最刻在心？便是这医院抱得我难更宽，挂肚千堂一心。从来是心间是苦太紧张，难道是我怕只有他此生？哎，陈红娘不在身旁，我不悄悄去到西厢团郎张生。
不能忍，想出去又上一位。可你身子困倦，像是夜来不忍好噻。我去把别儿寻得香香的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你说我做什么了？怎样我也不出回门，你便让婴儿做离身。小姐，这不关红娘的事，都是老夫人吩咐我这样随你的呀。老母亲去管得紧，小妹想我只得紧。小心，你可不要冤屈我红娘，红娘是觉得你的心思的。哦，小姐，你知道吗？丈夫的病又发离眼了，怎么太去催你不听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哎呀，红娘，那有什么？吉林万岁，吉林人啊，万岁再把家祭定。家房儿好子相思真，了家前去一段心。啊，红娘，我这里有张好一房儿，你替我去送与张生吧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又来了。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，那张生是再也经不起哄的了哈。红娘，这一房正对他的真儿女，快拿去。我不拿去。啊，好姐姐，今晚就不哄你，快拿去。我不去。哎呀，快拿去。红娘，啊，老夫人来了。见过母亲。儿啊，罢了。老夫人请坐。红娘，哎，明日去探望张先生，你去了没有？红娘官不认请你。那你快去吧。啊，快去呀！啊，儿啊，儿啊，母亲。为娘在教你。是。张先生曾救过我和家性命，如今他平在客中，我母女咋不去承蒙于他，岂不为旁人谈论？母亲舍得其事。自从你弟弟去世，我一家三口孤孤单单，寄居不动，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。如今只怕你承恩姑姑早日到来，一来可以见我母女无令为转，不离援军；那二来嘛，也好让你们早日认亲，成了相公才死之缘。这真是一举两面，也了却为娘一桩心事。儿在想什么？女儿并未想什么。我儿一向孝顺，定能记得为娘之意哟。女儿理会的。看天色不早，为娘也要回房从京去了。我儿早些安息吧。送过母亲。
这真是仕途情囊中，爱恋不觉生哦。为长生修什么？为忠君想长生，为长生修什么？请开明，既相思为救他风流名，为此心已了强我在女儿心。去年，我是等红娘回来再做个商量吧。好消息呀，刚开的真吉娘，原来怕子路离情我红娘笑，他那里自我把相思红娘，我甚至恳求你与我随着我吧，我要再去了。你再下了，什么时起来呀？傻丫头，再下了嘛，是算天亮再起来呀。那你怎么好去谁呀？你再下了怎样发福那人？什么那人？好，那你去谁吧。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把骨书生苦做容，把我红娘唱起红，你不该过为我红娘心一片，你不该几次三番龙神痛啊！小心呀，你是一为儿闹，一为儿愁，一为儿坏，一为儿空。那张生死，一半儿相思，一半儿恨，一半儿痴迷，一半儿疯。你明明
精通。我保过你，风不吹，草不动，全国的人心中。但是东篱红娘山，怕什么西厢更万送。小心，死了我红娘，没第二个人知道。小心，带红娘来替你梳洗梳洗吧。闭上了两只眼睛，有红娘送你去，你什么都不用管了。谁叫你开药房的？没有法子呀。去吧。母亲知道你每夜陪自己到花园里去烧香，事情要问一问。哎呀，莫非老夫人有什么西厢之事？他咋看不起我来，又叫我怎样
为大。红娘，哎呀，红娘啊红娘，你且不要惊慌，进去见过再说。红娘拜见老夫人。小先生万不与我跪下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不要你管，快去家法来。老夫人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跪呀？下去。红娘，哎，你知财吗？红娘不知财。小姐人万事不知财，谁叫你夜不三公我小姐到花园里去？哎呀，红娘不生气呀。不生气。红娘只有不光气心，谁进来？活了进来。我命你陪小姐迎接如水，才叫你迎着她无女乱走。花江城把女来，凡事谦虚，免得我同家法，你小命难留。你不是我打死你这个小贱人！哎呀，哎呀！主公不要说了贵妃，红娘是你与我讲。红娘那在与小姐这模样。也说是定了真身。你要真是做什么？我与小姐将军，你讲句什么？他是哥哥一见，要闹西厢去问。你们去了没？去了。我跟我的人，你们去问我做什么？问我们虽说问我，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你们去问我，那张生是些什么？他说主人相恨当作仇，今叫小生在官道上西边。这以后你这一回，有的是吗？有再说吧。小姐人万不夸生。她是红娘，你先走。你先走，那么小姐你叫小姐专心落小姐，她一个女儿家也不生的，你叫她落后做什么？落后做什么？我也不晓得叫她落来做什么呢。以后你哎呀，事情到这里就完了，哪有这么许多以后啊？小姐人万不夸生。儿在上泪潲头，早已成呀黄昏。常言道女大不中儿，姐姐牛逼可再举，做人啊得帮手是千帮手，得把学是你千把学。事已经
我把这金身拉到官府去。老夫人，你要告谁？告张生。这事怨不得张生，也怨那个不是兄弟前生，也怨不得小姐。就是你这个死丫头一城之故。哎呀，老夫人，这都是你家的事，哪里怨得着我红娘哦？哈，事到怨谁嘞？这都怨怨哪个？这都怨你老夫人。怨我？府上告到官府，夫人身上现有3个不是。我还有3个不是，我问你这一夫人啊，当日君为普救世，你曾面对3大神宗喜欢事，把那将军身为妻，先上上身一封诗，好姻缘本你颠沛的，因你恰是一冤报得回心事，出身啊查到宫廷逮捕时，言而无信，极难知。巧妇儿与刚妇儿，一泪双生在心相识，才是这冤女狂妇两个变，问一故事家不言一个事。这上海到有时本事是谁家的亲戚办了事，当那是夫人做女莲花城，你前后意为安来？岂不是什么了相国的家生一笑凡事都要三思而行，不可超此日。此事难道罢了不成？哎呀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只怕罢也遇不得你老夫人，不罢也遇不得你老夫人哦。那以你之见呢？哎呀，老夫人，红娘回去了。小先生，喜来家。多谢老夫人。老夫人，你红娘之间倒不是杀鸡小过人间美事，把小姐虚张声，不是我了吗？这丫头一言当头，我心看，大家老身为了难，我这想应许了张君才，他怕一阵雨我家畔，我这将张生送官去就盼，为的是相国门楣从日散，
官将应许张生，使他功名俱上。红娘，哎，去唤小姐来。是。小姐，快来！红娘，小姐，西厢事发了。方才老夫人拷问了红娘本身，她那瓜上儿只是滴溜溜的在红娘身上当索呢。哎呀，红娘，真太委屈你了。没什么，都叫你说过去了。啊，小姐，老夫人要把你许配张生了，快来吧。啊，红娘，事到如今，叫我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你？哎呀，小姐，你又来了，是君娘的跟前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去吧。见过母亲。你，哎呀，我的儿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哟，这都是我的孽障，我要冤人才来哟。红娘，哎，去把那个金丝与我还来。还哪个啊？上身。啊！张先生，快来！我娘子，官是小姐还我啊！哟，你倒是往好的上面想。告诉你，西厢事发了，老夫人还你。小生王后，红娘姐，你与我做个想吧啊！哎，时辰到了，做给不了，快来吧！哎呀，事到如今，我怎么好意思去见老夫人呢？你看，先前跳响的担子又有多大，死去的担子又有多小？告诉你吧，老夫人要把小姐许配你了，叫你去见丧母娘去。真的？哎呀，谁哄你来？快来吧！见过老夫人。好一个龅牙秀才！我好意留你今日西厢，你就做出这种非礼之事，本当送你到官。有可受不了相公加身，莫奈我再将一应许你为妻。结果有梦妈成功了。但愿一见，我家三世不造下一女婿。明日你我上京赴试，得官回来与我儿成亲，若不得官，休要来见我母女。红娘，本府准备出轿陪得去年，明日这里上你与张先生见一。儿啊，这为娘进去。今天
你莫因慈悲。老身此番送你上金富寺，愿你得官回来与我儿成亲，杀不得滚。要知道，奴家三思不早，拜一女士。长孙，你在我手中喝了这一杯吧。红娘，吩咐逃出时候，请张先生上马，我与小姐先回去了。母亲。时候不早，你们分别几句，我要入了他的营生，为娘在厨场等你。把老东西我这里情乱有心病须记，你且收紧。